所以这个要谈到要不要戒的问题啊，它三其实都业力很大，要不要处理？要不要处理身体很麻？他知道怎么戒哦，先知道他唯有修道才能救自己，唯有愿意才能够自己业力。如果你不愿意修法，你救得了自己吗？仙佛都救不了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愿意历练，或者是去行狂力，你要打这个业力，恐怕你不把这句唱一下，对我们现在家庭的什么产品，有一天，使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他周遭的人一定会有面对这个问题的机会。早一点让他的思想认清楚，对，面对这些因果业力灾祸的问题，就是修办两个愿力的问题。他修办愿力的背后就是在一个地方心，可是你不把它讲清楚，你忘了心的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其实我需要讲得很清楚的原因在于，我们任何的。这是一种迷失。我们任何都对的，我修得很重要，我哪有修错？我办得很好，我哪有办得不好？其实有太多的讨论空间，对不对？好，只有我们要进入第10章，开始习惯的就是修办人生。我们说南来佛说的求道才知道生死能量，这一点很关键的。这点不讲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做，有参与，知道这个要去行，要参与才知道道的宝贵，这个要有信心，不然会被考验考倒，才能够断了生气，然后有修办才能够改变命运。这个是南来佛法持续不变。等一下，让他们把。是的，是很宝贵。OK 好，还有吗？好。那这所有一切重点在这里呢，这个后面就是各位要听。对不起，连结没有做好，我马上